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嘅講題咧係憂慮，點樣可以戰勝憂慮，化憂為益。有人咧俾憂慮呢個定義喎，佢話憂慮咧係預料最壞嘅情況，因此成為咧危險、不幸、煩惱或者不確定性嘅恐懼或者期待。憂慮咧係一種煩躁、激動、不安嘅狀態，會產生精神錯亂、不安、不祥預感、焦慮同埋痛苦嘅不確定性。如果處理不當憂慮咧會可以成為靈魂嘅毀滅者，因為佢可能使我哋咧錯過神嘅天命同祝福同生命嘅喜樂。我哋要做嘅事情咧就係咧每天咧為一天而活，就唔好咧預見明天嘅麻煩，因為明天嘅煩惱來臨嘅時候咧，神咧係會俾我哋恩典咧去處理佢嘅。今天呢係需要我哋用所有嘅精力嚟應付眼前嘅難處，無需加入將來嘅顧慮。今日加載咗尚未到來嘅試煉呢，咁我哋咧就會超載噶啦。我哋睇睇耶利米哀歌3章22至23節，因耶和華的慈愛，我們不致滅絕，因他的憐憫永不斷絕。每早晨，這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實何其廣大。有人講得好喎，佢話呢，人嘅生命呢被釘十架在兩個小偷之間。呢兩個小偷呢，就係昨天嘅遺憾同埋明天嘅焦慮。哇！呢兩樣事情呢，就令到我哋一生呢就冇晒喜樂啦。但係我哋可以選擇唔憂慮，讓神呢處理我哋生命中嘅問題。神在乎我哋。佢想我哋將重擔咧卸俾佢，佢控制一切。我哋生命中咧冇什麼事情是偶然嘅，我哋可以每天將問題帶到神那裏，交給他，依靠他嘅天命。神話咧佢垂聽我哋嘅禱告，又天天咧背負我哋嘅重擔。詩篇68篇19節講：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，就是拯救我們的神，是應當稱頌的。阿門。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